镜头转来看咱台湾，明仔就是中秋节啊。虽然讲今年实际上的满月是伫咧旧历8月16，后日9月18，不过明仔这中秋节月娘是会行到离咱地球当近的所在，会出现大大粒的超级月娘，而且这土星佫会出现伫咧月娘边做伴，咱的目睭就看得到。不过因为天气的关系，这桃园以北云会较高，大台北地区有5成的机会当看到月娘。也若是这新竹以南的民众要赏月娘，就真有机会。拜二是中秋节，今年赏月会伫黑暗暝看到土星。台湾市立天文馆指出，最近拄当土星规年上光也上适合观赏的时段，按算伫中秋节迄暗18点22分发生土星合月，土星甲月娘看起来非常晚，大约0.3度。咱会使看到月娘边仔的光点，就是土星。这是21世纪唯一一摆土星合月发生伫中秋节。你会在月亮的旁边看到土星。那我们有统计过，就是在这21世纪以内啊，只有今年的中秋节可以在月亮的旁边看到我们的行星刚好在旁边。除了土星合月，今年中秋节月娘离地球无到36万公里，就是人讲的超级月娘，看起来又阁大又阁圆。对比今年2月份年度上细满月，视觉上直径大约大13%。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是一个椭圆形。那刚好今年中秋节月亮就在近地点的附近，那在天文科学上，这种现象称为近地满月，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超级月亮。气象署也整理出中秋节当港各地月娘出来的时间，本岛上早是宜兰花莲的下晡5点28分。不过，迄天东北部侪分甚至落雨，赏月几率较低。桃园以北可能是月娘大雾，大台北有50%的几率会当看到月娘出来。若新竹以南、平湖、金门，拢是侪云到好天。台中、高雄赏月指数拢真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